歡迎收睇或者收聽香港人看英國新聞。今次呢集係 AI 發聲，配有中文字幕。如果你哋對我哋嘅節目有乜嘢意見，歡迎留言話俾我哋知，等我哋可以有改進。當然唔記得免費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。多謝晒大家嘅支持。呢集係來自獨立報嘅報導，一對來自英國亞瑟士郡 Essex 嘅夫婦費頓夫婦 Adrian and Joanne Fenton 發現有個16歲來自蘇丹 Sudan 嘅少年偷渡客 Nick 喺佢哋露營車嘅單車架入面，佢哋即刻報警，但之後竟然收到內政部 Home Office 罰款1500英鎊，話佢哋冇檢查清楚架車。事件引起關注，當歐國會議員喺首相答問大會發聲，話呢對夫婦應該被感謝而唔係懲罰。最終內政部撤銷罰款，但費頓夫婦認為政策有問題，應該檢討，避免其他旅客中招。詳細新聞內容：有對英國夫婦報警話，發現一個偷渡客喺佢哋嘅露營車車架上面，之後竟然收到政府罰款1500英鎊。好彩件事發酵咗之後，而家佢哋嘅罰款已經取消咗。呢對夫婦係來自亞瑟士郡 Essex 嘅費頓夫婦 Adrian and Joanne Fenton。據 BBC 報導，內政部 Home Office 原本話佢哋冇檢查清楚車上有冇偷渡客，所以開咗張罰單俾佢哋。不過費頓先生 Adrian Fenton 話，英國邊境部隊 Border Force 考慮咗佢哋嘅上訴，決定唔再罰款。內政部亦向獨立報 The Independent 確認，佢哋已經正式發信取消罰款，而家罰款金額已經變成0英鎊。事發喺去年10月15號，費頓夫婦喺法國加萊 Calais 準備搭火車過英國，去到根德 Kent 嘅福克斯通 Folkestone。當晚佢哋經過6個鐘頭車程之後，費頓太太 Joanne Fenton 話，佢老公打開車尾單車架個罩，點知發現入面有人，佢哋即刻報警。後來發現個偷渡客係來自蘇丹 Sudan 嘅16歲少年。不過之後佢哋收到內政部發嘅電郵，話佢哋要俾罰款。費頓夫婦就話個少年只係匿喺露營車外面，唔係入面，而且佢哋已經做咗應該做嘅事，報警。內政部回應話，呢類罰款係針對疏忽，而唔係刑事行為，強調如果有人涉及偷渡人口販賣，政府會調查同檢控。星期三，佢哋當歐國會議員韋廷毅爵士 Sir John Whittingdale 喺首相答問大會提到呢件事，話呢對夫婦應該被感謝，而唔係懲罰。首相司紀賢 Sir Keir Starmer 回應話，多謝佢幫選民發聲，我有睇過呢單嘢，確實值得關注。內政部應該檢討下呢個做法，我哋會跟進並且更新最新進展。根據2023年嘅承運人責任修訂規例 Carriers Liability Amendment Regulation 2023，車主、司機、造車人同營運者都要確保車輛安全，防止偷渡客進入，否則最高可以被罰1萬英鎊。費頓太太話，問題係好多人帶住露營車或者旅遊車過關，究竟仲有幾多人會俾呢條法例整蠱？佢老公補充，我哋唔想其他人都經歷同我哋一樣嘅事。如果有人發現偷渡客，報警已經係道德上同法律上最正確嘅做法。邊境部隊根本唔應該罰款。佢仲話，內政部應該檢討下自己嘅政策，確保係有效，而唔係針對普通旅客。呢集講到呢度先，多謝大家收聽或者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